SMAP 唱國語，災區鮑魚宴客。大地震之後首次訪日，溫家寶唔單止見政要，仲見埋人氣組合 SMAP。SMAP のメンバーと會見し、ぜひ中國でコンサートを開いて、日本の復興に向けた動きに貢獻してくださいと話しかけました。SMAP 即場用普通話清唱。用盡璽法，你世界上最特別だ。メガネ，都是就是在發呀。這頭髮反正一定會長放開吧，愛是翻開就讓色彩留下。你是這世界上最特別。紅足20年嘅 SMAP 原定舊年去上海世博開演唱會，點知中方臨時以安全理由取消，而家由溫總親自邀請，相信唔會再取消咯啩。講返溫總此行啊，佢先去重災區宮城縣明取市獻花，再去避難所探災民。送上大熊貓公仔、電筒同收音機，希望佢哋堅強生活。之後再同日韓領袖一齊去福島上演食嘢 show， 先食福島車厘子。雖然溫總食得唔係好自然啊，但係都大讚好味。在確保安全的條件下，中國願意繼續放寬日本農產品和其他產品對中國的進口。晚宴嘅鮑魚、牛肉、三文魚同松露，全部都係災區出產，咁樣宣傳日本食品安全，好過賣廣告啦。